是公司第一台，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0月20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，我是陈怡。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台中有货车违规驶互警察局，去互警察开6000共款选起，落尾条监视器加长工掠着人。高雄小港有嫌犯乌白亚丁啊，最近又搁去临盆犯案，互警察抓起来，建议检察官预防性羁押。中华职棒总冠军赛伫台北大舞台起鼓，赛场的是捷运的电楼梯无配合管制，引起批评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上近明仔载就会结做风台，而且是中度以上的风台，可能会真靠近咱台湾。另外，这2天吹东北风，宜兰的山区雨是落甲真粗。虽然拜1、拜2雨会落较细，不过拜3开始东北季风变强，又搁会开始上大雨。台二甲线阳金公路拜6开始一直落雨，礼拜早起大量的土石出入到车道，2台车掉在路中，拖吊车来了后，有甲1台拖出来，另外1台家己开走。受方面通过，甲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北部正方面雨真大，其中宜兰县南无乡2天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，阳明山、擎天宫也有258毫米以上的雨量，贵人软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。在外这一周，尤其像是在下礼拜2之后，整体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会算是相当的明显，而且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。气象署提醒，礼拜2夜了后，落雨会慢慢较厉，也过拜3开始，东北风搁再增强，加上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到时阵已经发展成小风台，形成一片大气压带。虽然路线要变数，也过无排除挖近台湾的可能。专家分析，上摆可能就是沿台湾北部海面上北起来。原来挡在我们北部，甚至于到韩国这附近那个高压，刚好由一个断层分裂成2个，所以这个扰动就刚好从这2个高压中间的这个比较低压的区域这样子上去。专家讲，这种热带系统所在海域对发展有利，沿途伊阁无受地形破坏，变做风台了后，无排除以中度风台以上挖近台湾，将阁无实有测以往无同。不过，不管伊是毋是会来，拢要注意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互相的作用所带来真大雨势。记者宋报道。昨下晡，台中有一只货车违规，警察要甲查落来，货车煞唔停，直接驶互警察局。警方拢总是开6000，这货车同款唔愿停车，佮弄车棚去互选起。落尾这警察是透袂掉监视器，今仔中昼伫北屯掠着嫌犯。阮沿着到尾嘛顺路发现这台货车违规倒弯，而且驾驶无下安全带，警方要求停车，毋过货车煞加速逃走，警方一直入到宽中东路，货车叫头前的车挡掉的，远景虽背称，喊货车驾驶爱停车，毋过驾驶无插，佮加速冲浪。远景连开3层，也是无法度处置。货车煞来开去咧台74线快速公路大理节入口，搁再去互车挡掉的。毋过驾驶也是拒绝停车。下车！远景搁再向货车开3层，毋过也是去互位边的空棚顺利逃走。警方事后根据监视器，也搁车牌追查，先伫北屯区找到互人等伫路边的涉案货车，搁伫20中昼掠到货车驾驶姓尤的嫌犯。经扩大调阅监视器，寻获涉案车辆，并于本日中午时顺利在北屯区北屯路某处民宅将尤姓52年次犯嫌缉捕到案。警方调查，嫌犯因为窃盗案被人通缉，逃走期间做线工为主。19家朋友借这台货车代步，煞去拄到警方临检，惊一个紧走。询问了后，除了甲伊解送归案，嘛依照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高雄小港沿海一路今年5月有人乌白亚钉仔害人搞着，最近林园的沿海2路到沿海4路嘛出现同款的情形，真实是更一个嫌犯。目前警察已经将人抓起来啊，建议检察官要预防性羁押。你下车吧。警方第7北高雄小港区乱野铁钉仔，互查到18人，发现伊骑车来到林园区沿海路。敢若对右后壁摕物件压伫路的，为是赶紧来甲伊查看卖，结果发现伊随身所在塑胶杯仔内底拢是铁钉仔。于林园区10号3路、文贤南路与沿海路3段路口，均发现陈显有明确撒印的犯行，随即将其拦下。警方讲，警察修正过程，即摆只看到对方也铁钉仔，依照现行法甲人抓起来，因为这18人真正互林园区沿海路民众头壳真疼。民众家只1礼拜来捡到铁钉仔倒出来，未少拢已经新鲜啦。是民众沿林园区沿海路行的时阵，沿路所捡到的。我就拢甲你的，拢甲摕，安尼看到底要捡偌济啊？就惊人无小心受伤，热心民众即摆有看到就甲捡起来，也有附近的店头，家己用吸招斗3工回收铁钉仔，不过也是未少人去杀掉。规条路拢是呢，规个沿海路三边拢有呢，伊拢有压呢。啊，若是有只好钉啊，恁就吸会到。那边好多。今年5月，这18人就捌伫高雄小港区沿路乱野铁钉仔，互抓到。即摆跨区到林园区犯案，警方依照涉嫌刑法、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，甲人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，也建请检察官甲伊有防性羁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拜六伫台北大巨蛋起鼓，现场4万的位拢坐甲满。不过散场的是捷运的电楼梯无配合管制，引起议员批评。加在大家是拢乖乖排队，无人相压。安尼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有要求捷运公司爱检讨。台内的球迷可以往边走哦。捷运站出口有工作人员协助来指引，中捷总冠军赛首战19日台北大巨蛋热烈的登场。由中信兄弟对上统一狮队，有4万名球迷入场。不过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伫面册大肆19暗时球场散场人真侪相片，讲8节因应大巨蛋散场，电扶梯确实无及时管制，也是跪起来，人一直用杀落去，实在是感觉真危险。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人已经排队要下捷运，然后我想说，我们就不要去人挤人。刚好我们是蓝线，我就走去市政府，因为其实才差一站隔壁而已，其实就走路去。是很多，但是没有推挤，大家秩序还蛮好的。上个月就是真的有挤，就是没办法动的情形，但这次我觉得蛮顺畅的。有球迷闪开人侪所在，行到附近的捷运站，也有人讲虽然人真多，但过特殊真好，并无发生送来送去的状况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，已经请捷运公司检讨，未来大型的比赛活动一定要有先来部署。我也请捷运公司来检讨，也就是未来我们在大型赛事及活动一定是要超前部署。昨天他们确实也设了指挥中心，也加派了39个人力，短时间涌入这么多人哦，一定要提早对于包括手扶梯的管制等等。大巨蛋比赛一场煞一场，年底也举办侪场的演唱会，不过昨晚再发生漏水的状况。台北市体育局讲，婉容已经讲伫10月31进前会完成改善，到时阵若是议员有缺失，会依照契约每工罚10万，上关是300万块。如果在10月31号以后还发生大规模漏水事件，台北市政府将会对远雄处以重罚，每日罚款10万元，最高300万，并且会将改善漏水的绩效纳入营运绩效里面评估。体育局讲，经过保障大巨蛋场馆的安全，设施完善，合理运作入场绝对袂让步。大巨蛋入来的各项缺失，婉容的配合度拢会纳入年度营运绩效评估的考核中。那连续2年在70分以下，会改解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内湖15岁囡仔赛车撞死3个人，伊的牌仔内底发现有电子烟油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代表青少年要买电子烟甲加热烟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希望政府加强稽查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。大店家人警力破门入去，积极敲锤，顺利查到双溪烟弹的毒品分装场，搁查到5个卖毒的油头。报请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动员警力自行搜索，查获犯嫌持有依托米酯原料，还有依托米酯烟弹成品。
最近因为食双溪烟弹赛车造成严重交通伤亡的案例不时发生，国家发生15岁少年无照赛车致死3死2伤，少年排包内底各人发现有电子烟弹，意思讲有掺尼古丁等物质的电子烟，严重危害青少年发育的大脑，会削弱因的认知力甲判断力。尼古丁呢本身呢，它是一个神经的刺激兴奋剂啊，进到你的大脑，造成那个神经发育呢会受影响，比如像会比较注意力不集中、易怒啊，或是冲动。真侪 NGO 团体认为，这表示青少年真好违法得到电子烟的危机。青少年一定会当伫 IG 这的社交软体得到电子烟，另外加热烟嘛是一个问题。他用这种新型的载具，等于是他毒品的工具。那加热烟呢，也是一种用这种新型载具的一种。重点是现在新型烟品的危害是对青少年是很明显的。好好的做一个整体的规划，稽查取缔的动作，不是说当媒体有批评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抓几个案件，这是没有用的。对于这些广告促销贩售的，没有做稽查取缔。NGO 团体强烈呼吁政府为了下一代健康，爱提出魄力，加强对于电子烟也有其他烟品的管控稽查。除了严格追查电子烟违法流通，对不法烟商嘛爱重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正式就职，伊今年73岁，是印尼有史以来上济岁总统。今仔日就职典礼，美国有派代表团参加，马来西亚首相和中国国家副主席嘛拢去现场恭喜。特殊期引导之下，印尼前总统佐科威甲特别就职的总统普拉博沃进入国会。在柯南金见证之下，普拉博沃宣誓接替佐科威开始未来5党的总统任期。除了伊以外，37岁副总统吉波人嘛共时间宣誓就职，而且签就职文书。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Demi Allah, saya bersumpah akan memenuhi kewajiban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.Dengan sebaik-baiknya dan seadil-adilnya. 今年73岁，普拉博沃是印尼第8任的总统，嘛是印尼历史上年岁上悬的总统。过去满2届竞选总统却失败，正做佐科威做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。今年2月总统大选，伊甲佐科威大后生吉波人搭配，提出包括替儿童提供280亿美金的免费餐点的计划，才会竞选成功，得到超过58%的选票。在4月得到印尼选委会认可，宣布当选总统。为了避免就职的典礼出现状况，印尼首都雅加达各地嘛部署包括电报警察、驻急手、加反无人机小组等等，差不多10万名的军警在现场周围戒备。Kelompok-kelompok yang kita pantau akan melaksanakan kegiatan aksi. Oleh karena itu, tentunya kami dengan Panglima TNI terus bekerja untuk memitigasi, meminimalisir. 20早起的就职典礼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率领官方代表团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、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加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等，数十名各国的外交官员嘛拢到现场祝贺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。G7 7大工业国的国防部长会议起稿，讨论到俄战争加中东的情势。G7 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，嘛呼吁加沙地区停战，要求哈马斯加人质拢放出来。另外，针对中国伟大军演 ，G7 也表示欢乐。G7 7大工业国集团的国防部长会议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展开。会议重点集中在这几冬来的俄乌、中东、阿克大海这的国际情势恶化。在会议了后 ，G7 国防部长发表联合声明，而且警告全球安全境界已经恶化，显示两款不同的世界观的对抗，加深紧张情势。On one side.The count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s that believe in a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. On the other side, those who systematically disrespect democracy to pursue their objective, including by a deliberate use of military force. 面内底搁一摆强调 G7 会坚持继续支持军援乌克兰，支持乌克兰无法度改变的全面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，包括加入北约，嘛谴责俄罗斯破坏全球的稳定秩序，佮展开战争，佮对使用核武的言论。另外，对中东紧张局势，联合声明是表态支持敦促马上在加沙停火，要求武装组织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，而且对联合国维和人员在黎巴嫩受到威胁表示关心。
针对印太地区，G7新民嘛，搁一摆强调，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是维持国际安全甲繁荣的必要条件。而且对中国俄罗斯联合军演，中国正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，表示欢乐。 Allo stesso tempo esprimiamo la nostra preoccupazione per l'intensificarsi della cooperazione militare tra Cina e Russia, così come per il continuo sviluppo del programma nucleare della Corea del Nord, che rappresenta una minaccia diretta alla pace internazionale. 德国国防部长嘛对中国北韩援助俄罗斯表示欢乐，认为俄乌战争影响大力拖到全球各地。而 G7 国防部长会议了后，各国意大利、英国甲日本会举办三方会议，讨论包括第6代运行战机的开发。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。 镜头转来到国内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经发射容积率无正式放弃也禁见。不过有风声讲郭文哲的老爸状况无好，住伫家护病房。委任律师已经替郭文哲申请探视。家属呢确实有将病危通知交给律师，请律师依规定代为申请。同时呢，也谢谢各界对柯爸爸的关心。 郭文哲的小妹郭美兰表示，因老爸手术了后状况无好，带入去监护病房。有风声讲郭文哲已经去病院探视过啊。台北看守所表示，只要被告收容人有符合监甲行刑法，拢会使提出申请，伫监护之下登去探视。再来看一个西班牙的早期犯去互国际刑警组织列做红色通报对象，这5档伊拢是住伫咧台湾。 咱移民署昨甲伊强制赶出境，不过因为新加坡唔收，今仔日又搁遣送转来台湾。目前人是调伫咧关外禁止入境。移民署表示会安排教护，甲人遣送去西班牙。用手甲无啊诱发嘅西班牙籍查甫人奥纳德，互人控告伫意大利犯10亿诈骗案，落飞机甲亲友一直传语音消息。 奥纳德来台湾生活5年外，进前互人发现，互西班牙通缉，是国际刑警组织列做红色通报的对象。移民署强制甲赶出境，毋过才离境1天外，又搁出现伫咧桃园国际机场。我们现在跟外交部在共同努力的哈，将来如果说没有帮他禁止入国的话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想办法把他送走。 伫10月13，奥纳德接受调查，互人要求6天内出国，伊马上提诉愿，嘛声称暂停执行。不过移民署无等到结果公布，18度造成强制赶出境的处分。19反正甲人押上飞机，奥纳德随提审，过几点钟，法院认定听书有确实，裁定释放。不过伊早就上飞机。 伫飞到新加坡了后，所互人发现新加坡拒绝伊入境，所以又搁互人遣返回出发地。 10月19号强制出国出检，出国之前这个时间点呢，这件有瑕疵的行为虽然有瑕疵，但是已经结束了。后段他从新加坡回来之后，那要再申请入国这件事情，在我看来，它是2个行为啦。 面对奥纳德，搁互人送回台，移民署的态度强硬，强调依法禁止入国。目前总共入来到机场，不过卡伫关外，滞留保护室，会持续协调遣送登去西班牙归案。 跟西班牙这边应该有一些联系上出了一些状况，那这个状况可能不单纯是我国的问题，好不好操作其实端视于西班牙政府的态度。竟然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国际通缉犯，其实西班牙政府应该要更积极面对这个问题。 咱方坚持无退让，想要送登去西班牙，双方无司法互助，关键就要看当地政府的态度是毋是积极来回应。出入境即马拢真歹处理，面对目前这个问题，就要看官方安怎解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高雄寿山动物园，有游客通报讲，这孔雀规定倒伫咧涂骹，毋知是毋是破病啊？动物园解释讲，这顶孔雀是咧晒日头。 亲像有6度咧晒日的时，嘛会倒伫咧涂骹，常常去互游客误会，掠准因是破病或者是昏去。 6只孔雀倒伫步道顶面，其中1只连颔棍拢趴伫涂骹，另外一个步道也有2只孔雀跍伫步道顶面，有1只目睭佮开起来。这情形互来到高雄寿山动物园的游客真紧张，烦恼这孔雀是毋是集体破病，还是死去啊？赶紧去通报。 孔雀啊，那或者像我们平常看到，像是一些鸟类，它们通常在这种天气比较好的时候，都会躺在一个可能沙地上或平地上，那把那个身体躺平，然后把它的里面的翅膀张开，那就希望说可以充分的享受这个日光浴。
动物园出面澄清说明，讲孔雀是伫咧晒日头，这是因的习性。有当时是狗会拍开，互日头甲身躯的寄生虫拍死，爱民众免烦恼。如果不知道，可能以为可能就是什么集体暴毙的感觉。这样看起来好像用看的好像有点像死掉，可是我是觉得它应该是中暑在休息。另外，羊道也定定互误会，因为伊困甲休困的时阵，定定身躯倒一边伫涂骹的姿势，也是定定互通报。就连这个号码也捌为着要规身躯浸伫水内底，点点倒伫水内底，也因为一摆会使浸开3分钟才浮出换开，也定定互游客惊一个。动物园提醒讲，下摆若是看到相款的状况，加停一个等看卖。若是真正拢无叮当，也欢迎随去通报动物园。记者自综合报道。有20年经验的歌戏演员郭元祖，伫咧新北市开课，教学生念歌、甲唱戏，阁有骹步手道。短短2点钟的时间，现场的大人囡仔是一个比一个阁较厉害。这是郭元儒老师，伊对10岁就开始学歌戏，为着要将台湾100年的歌戏小解，互更较侪人知。伊伫台顶是先对基础的小生、小段、跳啊开始解说，然后到手势、身段、唱戏一项教，互大卡的学生知。无到2点钟的时间，这学生就会晓唱戏啊。老师讲，大家拢真有天分。戏曲行当的介绍啦，就是小生、小段、跳啊。嘛有介绍讲，若是做搞笑的查某，是做彩蛋。课程当中，阁有爸爸带囡仔斗阵来学。爸爸讲，妹妹原本是袂晓讲台语的，后来报名台语比赛了后，骨力练习得到第2名的好成绩，开始对台语有真大的兴趣。这届干那2点钟的课程，妹妹就随学会晓唱歌、甲念歌，真古锥，嘛真有伴。大声流啊，你就受啊受空房。水只槟榔，你就门牙无啊糊。伊就是伫学校有参加学校的台语的比赛，伊就是得到第2名，所以就是伊有这方面的兴趣，所以就是带伊来学这个歌戏。除了妹妹唱戏，这寡大人嘛是输人唔输阵，大家摕麦句用轻读音来表达出角色的情绪。花声水路唔免惊。老师嘛用歌词甲大家小解歌戏的历史甲源头。歌戏历史有100年外，源头伫宜兰玉山大树骹。希望大家斗阵将台湾的本土文化保存创新落去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新闻报道。嘉义新港的大兴路附近有奉天宫，较早是真闹热，不过后来车路改建，大兴路豆落座。即阵香港文教基金会都办活动，希望大兴路会当搁闹热起来，继续加热。小跳啊，趣味的表演，艺术空间的体验课程，表演在地故事的布袋戏，还有在地囡仔的音乐演出。嘉义县新港大当的举办的艺文活动数几项，头届刷来奉天宫后壁大兴路举办，互即档20活动的闹市场，搁一摆闹热起来。即个办这个活动人做侪，我感觉是当带动遮个不同的那个气氛。新港的人口降落来无到3万，就讲咱人口的流失愈来愈严重。这人口流失的中间，搁当办着这款活动，人愈来愈多，这是足无简单啦。和在地人合作后继大兴路，因为有菜市啊甲奉天宫，所以较早是真闹热。但是因为道路改造工程的影响，煞来改变这原本的商业发展。新港文教基金会就专讲封路办艺文活动，搁邀请车的店家要来活化这条后街。做街了然后去菜市啊嘛，菜市了是毋是爱等一段时间人就煞过早市啊，早市了人就感觉习惯伫遐咧买物件，渐渐才就变较文气。无以前遮那武市咧，这菜市这是菜市内底嘛拢菜市新港人拢靠这个后街咧生活，但是怎啊慢慢毋是无方便啊，做交通不方便啊是安怎？就慢慢无去。阮是希望讲这慢慢过会当看会当过好无。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这条大兴路香槟边的人行道真宽真好行，即马阁有决定购置玫瑰灯、咖啡厅、甲册店进驻，未来会配合社区营造的规划，互这条要代表地方生活文化的街仔路活发。
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。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，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，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，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。外岛地区21度到28度，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，稍等呢，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，我是陈怡真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若要真正要享受到剃头的，一定要来行完这种传统的，爱行传统的，传统的唔知是。